而議員吳國昌就認為事件只係冰山一角，再有政府部門包括自治機構、財政監管向來出現好大漏洞。佢指出第三屆行政長官上台嘅時候係適當嘅政治時機，對所有政府部門嘅財政運作以及監管機制進行全面檢討。自揭發歐案以嚟，再有政府高官被揭發懷疑貪污濫權。立法議員吳國昌認為呢種案件日後會陸續浮現。佢指出，特區政府自2003年財政狀況變得豐裕以嚟，政府部門開支變得鋪張浪費，加上缺乏事前審計，部門領導利用財政監管上嘅漏洞貪污同濫用私權，並唔係個別情況。審計處多次揭發政府部門濫用公帑，就係最佳例子。以歐文龍事件為例啦，老實講，我都絕對唔能夠相信只有一個官員貪污可以做到咁大件事出嚟。咁後邊仲有幾多呢？咁係真係要偵查有證據，然後最後先至可以判定㗎啦。咁至於小規模嘅嗰個財政嘅開支嘅浪費，甚至到可能涉及違規嘅事情，其實絕對唔係一個部門或者一個自治機構嘅現象。咁只不過係監管同埋查核究竟夠唔夠全面。佢指出，要遏止呢種情況，除咗要審計處加強審計密度之外，亦都必須要對公共部門財政運作同監管進行全面檢討。而新一任行政長官上台嘅時候，將會係一個適當嘅政治時機進行呢一項檢討工作。